3歲仔煲煙懟啤，老豆逼戒。呢位山東阿爸有得3歲嘅浩浩一日6支煙。我是一個家庭的一個主要承擔這個勞力，農活又多，不能開開我自己在家光抱着他看他是不行是吧？士多老闆竟然賣煙俾佢。多少呀？啊？多少呀？紅呀！哎呀，要紅呀！你要？鄰居又仲佢幫佢點煙。那老太你要再給口味，他都給你那個拿着煙，他都給你要。拍片為證，玩車車照食，姿勢幾純熟啊，仲中意懟啤添。啊，人家不買給他煙，看他小，他在那給他產奶，再給他一塊，他就是幾步就幾十米把這口煙都抽完了。啊，看見自己個大人都塞了就跑。大人食煙已經冇益噶啦，何況細路？小孩本身他這個呼吸道的這個纖毛發育都不很完善，如果再吸煙更容易發生呼吸道的疾病。另一方面，它影響這個人體的免疫功能。唔食煙嘅阿爸睇完網民圈之後，都逼阿仔戒煙啦。